為咗提升銀行按揭貸款嘅風險管理同埋加強借款人嘅應對能力，金管局即日起向所有金融機構發出新指引，要求銀行為所有物業貸款按揭申請人做還款能力壓力測試嘅時候，由目前息口加2厘提升去到3厘，而物業按揭成數就一律下調1成。收入嚟自香港嘅申請人，按揭成數會由5成下調去到4成，其他申請人就由4成下降到3成。而車位最高按揭成數一律定為4成，貸款年期上限統一為15年。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提醒市民，本港金融環境處於唔正常嘅狀態，要小心樓市過熱嘅風險。全球先進嘅國家正係進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佢規模之大，時間之長，係史無前例嘅。現時嘅利率俾人為地壓低至一個極低嘅水平，同時大量資金流入包括香港嘅新興市場。呢個唔尋常嘅宏觀環境係香港今次樓市上升週期能夠持續咁長時間嘅主要成因之一。我想再次強調，現時樓市過熱對香港金融穩定造成嘅風險係不少於97年。陳德霖強調，有關做法係逆週期審慎監管措施，並因應週期演變而作出適當回應。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志倫報導。